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黃毓民，陳老闆，全面三大撚人，一個肥佬黎，屌你老味，一個蕭若元，屌你老母，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啊，又出律師信啦，屌你老味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風交雨，屌你！喂，你講咩啊？你個冚家鏟！你隻大鑊，我真係準備着花生當飯食，我哋係最積極。HKT 188好特別，我係蕭若元，我係鄭經翰，我係肥佬黎，撐呢班後生仔。有客到。憑自我硬漢子，拼出一生痴，流汗血盡赤心，追尋大意義。生命作賭注，留下了英雄故事。憂鬱見骨氣，昂步顧盼似醒獅。衝前去，全部得失只有全心知。跨步上，雲上我要去寫名字。憑傲氣，自我寫我一生的詩，情共愛，淚與痴，真誠是意。生命豁出去，留下了驚人快事。英雄有骨氣，紅是世界似醒獅。衝前去，全部得失只有全心知。跨步上，雲上我要去飛。家屬謝禮。好，嗱即係今晚嚟到我哋炮打星報，我哋今集咧，即係差唔多全集要表揚我哋香港偉大嘅黑警啦。係啦，嗱，因為咁嘅，香港1941年開埠，1841年開埠咧，到2004年咧，咁呢個差人咧，即係香港警察咧，就壽終正寢啦。咁我哋今晚咧，其實都係一個追悼會嚟嘅，追悼一個死鳩咗嘅香港警察啦。咁如果剩翻嗰啲咩咧？剩翻嗰啲全部都係公安嚟啦，係嘛？或者城管或者公安啦，係咪？唔係今日另外揸啲長棍嗰啲就武警啦，係咪先？咁啊揸晒盾牌嗰啲啦。咁我哋今晚咧，即係呢個默哀嘅炮打司令部咧，為呢個香港已死警察嘅炮打司令部咧，今晚就有個索羅 B 啦，Tony 啦，Tony 蔡啦，有我喺旺角翻嚟。係啊 ，Johnny 啦，咁仲有 Charles，你好，鄭俠。喂，各位好。咁今晚我哋仲有其實好多嘅喺之前係嘅喺旺角嘅面對嗰啲差佬清場嘅前線嘅示威嘅參與者啦，有阿全哥啦，全哥，大家好，我叫阿全。咁啊 Terence 啦，喂，大家好，同埋阿的哥，大家好。咁樣真係我哋今晚真係未試過咁多人嘅炮打司令部啦，咁樣咁就係8個喎，2台麻雀喺度。係啊，可以其實分開幾個節目嚟做啦。咁我哋其實係你哋幾個嚟，我都知道，因為今晚都比較上係旺角多衝突啊，咁樣。旺角黑夜又係啊，咁樣你哋其實都要將一啲最新嘅消息講完之後，都要翻落去個旺角嘅現場啦。咁樣我咪講下今日或者呢排嘅警察嗰個清場嘅事件。我諗真係要講今朝啦，係啦，因為我今朝其實一打開個電視機就見到，哇，大鑊啦！旺角路都冇晒，中間見到有車巴士行過嘅，唔係，因為一格無線電視，一格就影住現場。係啊，巴士行，巴士行嘅話，喂，冇理由嘅喎。但係你見到畫面係咩啊？係兩架定3架鐵馬咧，警車行先，跟住後面引領後面啲車唔撚知喎，唔係啊，你嗰個後期啦，因為咧我
今日病咧5點幾扎醒咗，一扎醒我睇電話就話咧，就見到啲人 send 嗰啲Facebook 咧就話旺角開始清場，咁我嗱聲開個電視睇啦，睇互動新聞啦咁樣。咁我知道咧話阿全哥今日你喺現場，其實你喺現場已經10幾日啦，喺旺角瞓咗好多日啦。咁你講講唔止添啊？咁你講講今日旺角朝頭早發生嘅事啊？嗱好。首先唔好意思先，有把聲咧，咁多日咧都沙沙地噶啦冇辦法啦，講得嘢都算叻噶啦。嗱，我大約咧就應該係喺差唔多冇20日都有17、8日之前就已經落嚟旺角噶啦。其實就一路由成個運動，我23號應該我冇記錯啊，22號就係百萬大道啊嘛，啲學生喺校園啦。咁我就冇去，咁由23號開始去正總啦。係，咁我一路都係有參與嘅。咁就收尾到旺角堵咗路之後，咁就一路就阿慢必啊，佢哋都有落嚟嗌咪啊，咁成我已經過嚟同阿快必就落嚟即係幫下手啊，做義工啊咁成啦。咁如果咁計，應該大約都有17、8日噶啦坐底。咁瞓咧，其實真正喺度瞓嘅咧，就大約係應該6、7日到啦。咁但係除咗我唔係瞓之外咧，其實我每日咧最早走咧都差唔多3、4點噶啦，只不過冇喺度瞓嘅啫嚇，即係慘過喺度瞓喎咁樣。係啊，3、4點走仲大鑊㗎啦，因為又要揸車翻去。我都可以作證，我落出嚟都見到你嘅，我走你都未走喎，都係咁。冇辦法啦，咁你一來要撐啲學生，又要撐啲市民噶嘛，咁冇理由話行咗去㗎，同埋有時都心掛掛嘅，臨走前。睇睇嘅情況啊，諸如此類啦。咁嗱，今朝情況咧，最近嘅消息啦。嗱，今朝情況咧，其實尋晚咧，我就應該就係大約，因為我尋晚係留守嘅，因為有時我哋你知啦，咁多兄弟姊妹佢都攰噶嘛，有啲晚晚瞓幾晚啊咁就。咁尋晚咧，我就係留守嘅，咁就我大約係3點零4點到啦。咁我食完宵夜啊，或者朋友傾一陣偈之後咧，我翻去所謂嘅旺角現場。咁嗰陣時都仲係冇乜嘢嘅望落，咁人亦都唔係真係好多嚇。咁大約我傾多一陣之後咧，其實我差唔多想瞓覺噶啦。但係突然間咧，四方八面有差佬，四邊啊，彌敦道、亞皆老街同埋南北行線，嘭嘭聲，好多差人嚟。咁我望一望，好快脆，佢哋好快，佢哋真係跑到衝到嚟嘅，即係步操過嚟咁樣嘅，砰砰砰砰砰咁樣。咁啲市民同埋留守嗰啲本身喺所謂中間啊，彌敦道、亞皆老街個大型咧，叫大型咧，其實嚇啲佢哋梗係起身啦，知睇成啦。咁就我知道一定係佢呢個態度，一定係清場嘅啦嚇，因為四邊加埋，我諗大約一定超過400個警察，每一個路口加埋，我諗都唔止，就有100，應該唔止。即係我保守估計啦，當你每一個路口3排警察，30-50個一行，咁你都400個啦，係咪先？後邊嗰都睇唔到你已經，即係開始即係啲市民同埋嗰啲學生，部分學生都開始緊張啦，因為佢真係未遇過，唔同我哋呢啲出慣嚟。俾差佬圍慣噶啦，係啦，圍慣啦，真係叛亂分子，見差人多過見屋企人啊，大佬。咁好啦，咁去到咁嘅情形咧，我知道一定係清場噶啦。咁第一時間我就覺得要處理啲嘢啦，因為嗰班比較係冇乜經驗，唔同我哋。係啊。咁就第一時間就開咗個大喇叭先，因為你都要呼籲啲人嘛。咁我哋不嬲都覺得就係話。秉承一樣嘢就係話，喂，我冇必要同你衝突㗎，我哋係長時間講緊就係話和平、非暴力抗爭㗎嘛。係。今朝嗱，其實 TVB 同埋 Now 都影到晒啦，你一個人頂住晒啲差佬啦，係嘛？咁嗰個情況係點咧？當時嘅差佬開電視見到你，係咯，啲差佬嚟到咧，當佢封晒4個路口之後咧，咁佢有嗌咪嘅，咁我嗌咪時佢有嗌嘅，係嚇。咁啊，我嗌先嘅，因為佢喺度報緊房，咁我第一時間我快過去，咁我第一時間開咪就叫啲人冷靜啲先，唔好亂嚇。差人，我嘅解釋俾你聽話，應該睇佢個部署咧，就應該係清場。我話首先，我就呼籲佢哋，第一攞翻晒自己啲嘢，唔好緊張嚇，因為我覺得呢啲係長期抗爭，我哋冇必要同佢衝擊嚇。最主要問題點解咧？第一，本身我哋係堅持呢個做法嘅。第二就係話，早2日我哋大家睇到龍和道發生嘅事，係啲警察係點樣對一啲和平示威嘅人士，
係啦，係嘛？用棍毆啦，喂又唉，咁喺呢個情況下，我冇理由再相信你今日嘅警察。我點知你會唔會有毆係嘛？用一啲即係冇必要嘅暴力去對待市民啊？唔係嗰啲咧，其實係大陸人哋拆遷嗰啲城管咧，你可以咁形容佢嘅，見人就毆咁樣嚇，基本上都當咗係啦，好似打老鼠咁啊！你當啲人唔係人嘅，你已經係嘛？咁我就勸啲市民同埋啲學生第一時間，其實嗰陣時就唔係太多人。嗰陣時你目測有幾多人到咧？但我諗有冇200人？好亂，係大約我諗應該冇200，因為佢有啲喺外圍嘅，譬如喺彌敦道嘅南，即係離所謂十字路口係啊，離開大十字路口嘛。佢外圍嗰啲咧，佢一搏就變咗你外圍嗰啲嗱，譬如喺我哋平時嗌咪喺化富街口嗰啲，佢已經搏咗，即係同你截開噶啦，截開晒係啦。彌敦道、尖沙咀嗰邊嗰啲又係咁樣。即係最主要，其實人係嗰兩邊嘅啫嘛，即係已經拆開咗。咁至於佢封鎖線裏邊啦，所謂叫封鎖線、布防線裏邊嗰啲咧，我諗我立一立咧，而家我諗翻起咧，但係應該就係我諗大約係我諗100人到嘅啫。係最多都100人到。咁啊真係唔夠抽喎，差佬4個打呢一個。咁你話我聽啦，我諗冇100人添。其實冇100人㗎，我去估計咧，我去估計嗰段時間，因為佢 block 咗4邊嘅時候咧，基本上有好多咧已經係喺嗰個封鎖線之外嘅。譬如話最勇武嗰班係封鎖線之外嘅，即係話剩班大台同埋物資台嗰個位置咧，我諗係講緊幾十人嘅啫，而且嗰幾十人咧。係，我可以大膽咁講，以我咁多日嘅觀察咧，佢係冇乜抗爭經驗嘅，係冇抗爭經驗添。即係啱啱俾人哋第一次出嚟抗爭，第一次出嚟係好多都係嗰啲市民自發嘅，同埋係嗰啲叫做所謂即係唔會話好高學歷啊，唔會話係即係好勇敢嘅。我只能夠話好勇敢啦。咁因為佢冇經驗，所以佢哋每次出現問題嘅時候，唔識處理嘅時候咧，都走去喂全哥。幫手做乜嘢？幫手做乜？或者揾阿 Mandy， 我哋有個朋友 Mandy Chan， 佢就會揾阿 Mandy， 喂 Mandy 幫我手做啲乜嘢？包括佢哋嘅大台嘅運作，包括佢哋嘅物資，佢哋嘅處理，佢哋都會同我哋傾，我哋點做好？甚至乎最後有一次咧，佢哋曾經會同我哋講，喂，我哋頂唔落去喎，我哋自己都驚喎，好唔好你哋去接咗啊？接手咗啊？咁因為我哋係即係有團體背景身份，我哋就拒絕咗嘅，就係唔肯去接住佢嘅。係，咁我就講翻嗱，到個情況先啦，就係話當啲警察布防，咁我第一時間開咗個大喇叭，就叫人冷靜，攞翻自己啲物件嚇。咁我都呼籲，因為我諗大家有睇電視都睇到啦嚇。因為亦都有新聞片出咗嚟，嚇 cut 咗段好即係短嘅，就係我即係嗌咪啦，喺度嗌咪係。我話喂，而家出邊你望落都有400幾個差人，最少。係，我哋冇必要硬食佢啲胡椒噴霧，冇必要硬食佢啲警棍。係啊，所以我話呼籲啲市民同埋啲學生攞翻自己物件，重要物件，盡快上翻行人路，費事俾啲警察揾藉口使用佢哋啲不必要武力。咁我呼籲，好咁跟住咧，其實都好快脆。因為大家攞翻啲物件之後，好多好快脆都已經上翻行人路嘅，盡快。而警方嗰邊咧就一路都仲喺度嗌緊咪，就係叫話你哋唔使驚，我哋唔係清場，我哋係清障礙物。冚家產啦，佢點？即係好似人哋咧回歸前咧同你講，而家咧回歸去大陸咧唔驚呢個民主回歸一撚樣。係唔係佢意思話咧，共產黨係講信用嘅，屌你老母啦！俗語講啲咧，炒不撚啦，炒不撚啦。喂，全哥，但係其實咧，我就係聽你講咧，有啲好精彩嘅部分咧，係冇上到鏡，就係你同差佬講數嗰段咧，差佬其實係直頭係連物資性都唔放俾你哋嘅喎。係啊，係啊，嗱，呢個係好正常啦，你知。